受福節崇拜即將開始。今年呢，我哋會採用一個叫做泰澤嘅短詩默想形式。泰澤係法國一個地方嘅城市，嗰度呢，喺過去50年有一班嘅基督徒，佢哋喺嗰個修院，佢哋呢都透過祈禱同埋短詩一路去默想上帝，同埋為呢個世界嘅禱告。今日我哋唱嘅詩歌係短詩，即係話每一首詩歌其實得一兩句歌詞嘅啫。我哋會不斷去重複去唱同一個主調嘅詩歌，所以當大家唱嘅時間，你好快就會好認識首詩歌嘅旋律，所以大家係可以好方便嘅透過一個短詩去默想詩歌嘅歌詞。透過短詩，我哋好容易去進入同耶穌一齊嘅時間。今日嘅環節咧分咗幾個部分，我哋先有一啲讀經同埋唱詩嚇，所以今日所有詩歌呢，我哋唔會叫大家唱，意思唔會叫大家而家唱啦，任何時間都邀請你唱噶啦已經嚇。跟住呢，我哋會有一個好簡單嘅信息，並且最後我哋有聖餐嘅時間。你入場嘅時間應該每人有一個電子蠟燭嚇，請你而家唔好開住嚇。喺最後聖餐部分，我會指示大家如何點咗個蠟燭，同埋如何呢將呢個蠟燭擺出嚟喺前面呢一個嘅裝置。好，我哋準備片刻，準備開始今晚嘅崇拜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名叫西面，這人公義虔誠，一向期待以色列的安慰者來到，又有聖靈在他身上。聖靈啟示他，在他死前必得見主所應許的基督。他又受聖靈感動，進了聖殿。那時耶穌的父母抱着孩子進來，要按着律法的規矩為他行禮。西面就把他接到手上，稱頌神說：主啊，現在照你的話釋放僕人平平安安地去吧，因我的眼睛已經看見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萬民面前所預備的，為要作外族人啟示的光和你民以色列的榮耀。他父母因論到他的這些話而稀奇。西面給他們祝福，對他母親瑪利亞說：看啊，這孩子被立，要叫以色列中許多人跌倒，許多人興起，又要成為反對的目標。你自己的心也會被刀刺透，這樣許多人心中的意念就要被揭露出來。在
穌來到該撒利亞腓立比的地區，就問自己的門徒：人說人子是誰？他們回答：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，有人說是以利亞，也有人說是耶利米，或是先知裏的一位。他問他們：你們說我是誰？西門彼得回答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兒子。耶穌對他說：約拿的兒子西門，你是有福的，因為這不是人指示你，而是我在天上的父啟示你的。我告訴你，你是彼得，我要在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會，死亡的權勢不能勝過他。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你，你在地上捆綁的，在天上也被捆綁；你在地上釋放的，在天上也被釋放。於是耶穌吩咐門徒，不可對人說他就是基督。從那時起，耶穌開始向門徒指出，他必須往耶路撒冷去，受長老、祭司長和經學家許多的苦害，並且被殺，第3天復活。彼得就把他拉到一邊，責怪他說：主啊，千萬不可這樣，這事一定不會發生在你身上。耶穌轉過來對彼得說：撒旦，退到我後面去，你是絆腳石，因為你不思念神的事，只思念人的事。於是耶穌對門徒說：如果有人願意跟從我，就當捨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凡是想救自己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但為我犧牲性命的，必得着生命。人若賺得全世界，卻賠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麼好處呢？人還能用什麼換回自己的生命呢？人只要在父的榮耀裏和眾天使一同降臨，那時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站在這裏的，有人在沒有嘗過死味以前，必要看見人子帶着他的國降臨。
逾越節以前，耶穌知道自己離開這世界，回到父那裏的時候到了。他既然愛世上屬於自己的人，就愛他們到底。吃晚飯的時候，魔鬼已經把出賣耶穌的意念放在西門的兒子加略人猶大的心裏。耶穌知道父已經把萬有交在他手中，並且知道自己從神而來，又要回到神那裏去，就起身離席，脱去外衣，拿一條手巾束腰，然後他倒了一盆水洗門徒的腳，並且用束腰的手巾擦乾。輪到西門彼得，彼得就說：主啊，你要洗我的腳嗎？耶穌回答：我所作的你現在不知道，以後就會明白。彼得說：你千萬不可洗我的腳。耶穌說：如果我不洗你，你就與我沒有關係了。西門彼得說：主啊，那就不單洗我的腳，連我的手和頭都洗吧。耶穌說：洗過澡的人全身都潔淨，只需要洗腳就可以了。你們是潔淨的，但不是人人都是這樣。原來耶穌知道誰要出賣他，所以他說：你們不是人人都潔淨的。耶穌說完了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，就穿上外衣，再坐下來，對他們說：我給你們作的，你們明白嗎？你們稱呼我老師、主，你們說得對，我本來就是。我是主，是老師，尚且洗你們的腳，你們也應當彼此洗腳。我作了你們的榜樣，是要你們也照着我所作的去行。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僕人不能大過主人，奉差遣的也不能大過差他的人。耶穌說了這話，心裏很難過，就明明地說：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，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出賣我。門徒彼此相看，不知道他指着誰說的。門徒中有一個人是耶穌所愛的，側身挨近耶穌。西門俾他向他示意，叫他問耶穌是指着誰說的。於是那個門徒貼近耶穌的胸懷，問他：主啊，是誰呢？耶穌回答：我蘸一小塊餅給誰，誰就是了。於是他蘸了一小塊餅，遞給加略人西門兒子猶大。猶大接過餅以後，撒旦就進入他的心。耶穌對他說：你要作的，快去作吧。在座的人會有一個人知道耶穌為什麼對猶大說這話。猶大是管錢的，所以有人以為耶穌叫他去買過節用的東西，或是吩咐他拿點東西去周濟窮人。猶大吃了餅，立刻就出去。那時是黑夜了。西門彼得對耶穌說：主啊，你往哪裏去？耶穌回答：我去的地方，你現在不能跟着我去，但後來卻要跟着我。彼得說：主啊，為什麼我現在不能跟着你去？為了你，我捨命也願意。耶穌說：你願意為我捨命嗎？我實實在在告訴你，雞叫之前，
你必定3次不認我。耶穌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，名叫客西馬尼，就對門徒說：你們坐在這裏，我要到那邊去禱告。他帶了彼得和西比太的2個兒子一起去，心裏憂愁難過，對他們說：我的心靈痛苦得快要死了，你們留在這裏
與我一同警醒吧。他稍往前走，把臉俯伏在地上，禱告說：我的父啊，可能的話，求你使這杯離開我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旨意。耶穌回到門徒那裏，看見他們都睡着了，就對彼得說：你們連1個小時也不能同我警醒嗎？應當警醒禱告，免得陷入試探。你們心靈雖然願意，肉體卻是軟弱的。他又再次走開，禱告說：我的父啊，如果這杯不能離開我，一定要我喝，願你的旨意成全。他再回來的時候，看見門徒睡着了，因為他們十分疲倦。他又離開他們，第3次去禱告，說的也是同樣的話。然後他回到門徒那裏，對他們說：你們還在睡覺休息嗎？看啊，時候到了，人子要被交在罪人的手裏了。起來，我們走吧，出賣我的人來了。
拉出去鞭打。士兵用荊棘編成冠冕戴在他的頭上，又給他披上紫色的外袍，然後來到他面前說：猶太人的王萬歲！並且用手掌打他。比拉多再次出到外面，對猶太人說：看，我把他帶出來給你們看，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。於是耶穌出來，帶着荊棘的冠冕，披着紫色的外袍。比拉多對他們說：看這個人！祭司長和差役看見耶穌，就喊叫說：把他釘十字架，把他釘十字架！比拉多對他們說：你們自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，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。猶太人回答：我們有律法，根據那律法他是該死的，但是他自命為神的兒子。比拉多聽見這話，就更加害怕，又進了官邸，問耶穌：你究竟是從哪裏來的？耶穌卻不回答他。比拉多對他說：你不對我說話嗎？你不知道我有權釋放你，也有權把你釘十字架嗎？耶穌說：如果不是從天上給你權柄，你就無權辦我。因此，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從那時起，比拉多想釋放耶穌，可是猶太人卻喊叫說：如果你釋放這個人，就不是凱撒的忠臣了。凡是自命為王的，就是與凱撒為敵。比拉多聽了這些話，就把耶穌帶到外面，到了一個名叫鋪石地的地方，就在那裏開庭審問。那天是逾越節的預備日，約在正午的時候，比拉多對猶太人說：看你們的王！他們就喊叫起來：除掉他，除掉他，把他釘十字架！比拉多問他們：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？祭司長回答：除了凱撒，我們沒有王。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。總督的士兵把耶穌帶到總督府，召集全隊士兵到他面前。他們脫去他的衣服，給他披上朱紅色的外袍，又用荊棘編成冠冕戴在他的頭上，把一根蘆葦放在他的右手，跪在他面前，譏笑他說：猶太人的王萬歲！然後向他吐唾沫，又拿起蘆葦打他的頭。戲弄完了，就脫下他的外袍，給他穿回自己的衣服，帶去釘十字架。有
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。他們把耶穌帶去了，耶穌自己帶着十字架出來，來到一個名叫髑髏的地方，希伯來話叫各各他。他們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，和他一同釘十字架的還有兩個人，一邊一個，耶穌在中間。比拉多寫了一個牌子，放在十字架上頭，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。有許多猶太人念了這牌子上所寫的，因為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離城不遠，而且那牌子是用希伯來文、拉丁文和希臘文寫的。猶太人的祭司長對比拉多說：不要寫猶太人的王，要寫這個人自稱我是猶太人的王。比拉多說：我所寫的我已經寫了。士兵把耶穌釘了十字架之後，就把他的衣服拿來，分成4份，每個兵一份。他們又拿他的內衣，這內衣是沒有縫的，是從上到下整件織成的。因此他們彼此說：我們不要把它撕開，我們來抽籤吧，看看是誰的。這就應驗了經上所說的：他們分了我的外衣，又為我的內衣抽籤。士兵果然這樣作了。站在耶穌十字架旁邊的有他母親和他母親的姊妹，還有高羅巴的妻子瑪利亞和抹大拉的瑪利亞。耶穌看見母親，又看見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，就對母親說：母親，看你的兒子。然後他對那門徒說：看你的母親。從那時起，那門徒就把他接到自己的家裏去了。從正午到下午3點鐘，遍地都黑暗了。大約3點鐘，耶穌大聲呼叫：以利以利，拉馬撒巴各大尼，意思是：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為什麼離棄我？有幾個站在那裏的人聽見了這說話，就說：這個人在呼叫以利亞呢？有一個人馬上跑去拿海綿，蘸滿了酸酒，用蘆葦遞給他喝。但其他的人說：等一等，我們看看以利亞來不來救他。耶穌再大聲呼叫，氣就斷了。忽然聖所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成2半，地面震動，石頭崩裂，而且墳墓開了。許多睡了的聖徒的身體也復活了，從墳墓裏出來。到了耶穌復活之後，他們進到聖城，向許多人顯現。百夫長和跟他一起看守耶穌的士兵看見了地震和所發生的事情，就十分懼怕，說：這個人真是神的兒子。有許多婦女在那裏遠遠地觀看，他們是從加利利開始跟隨耶穌服侍他的。他們中間有抹大拉的瑪利亞、雅各和約西的母親瑪利亞，以及西比的
的兒子的母親。喺2004年有一套關於耶穌受難嘅電影
喺全球上映。呢套中文名叫做《受難曲》，英文係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》。電影引人話題嘅係佢真實嘅重現咗耶穌被鞭打、被釘、被掛在木頭上殘忍嘅形象。電影可以帶我哋穿越時空，投入耶穌受苦現場嘅情況。但係耶穌被釘十字架嘅意義，我哋要深入嘅思考。呢位被苦待嘅耶穌究竟係邊個呢？佢受嘅苦同今日我哋有乜嘢嘅關係呢？喺路加福音第2章，年老嘅西面，佢一直期待住以色列盼望嘅嚟到。佢喺聖殿入邊遇見咗耶穌嘅父母。當時耶穌父母抱住嘅耶穌只係一個 BB， 佢嚟到呢個地方，西面佢讚呢個孩子係神所預備嘅救恩，係為萬民所預備，係以色列嘅榮耀。所以耶穌嘅出現唔係偶然，係神救贖計劃一早已經預備咗。彼得係門徒中最親近耶穌嘅一位。喺馬太福音第16章，佢放聲嘅宣告，承認耶穌係基督，係永生神嘅兒子。但係彼得佢無法接受耶穌佢預言自己將來要被殺，並且第3天復活。對彼得嚟講，神嘅兒子點會有被殺嘅厄運呢？彼得宣稱耶穌嘅身份係啱㗎，佢相信耶穌係神嘅兒子，呢一個係要有好大信心嘅條約。但係彼得佢卻無法理解神兒子嘅使命，於是佢用自己嘅方法去保護耶穌。佢話：主啊，千萬不可如此，這事絕不可臨到你嘅身上。耶穌佢真係神嘅兒子，佢一早已經定義走上呢條被殺嘅路。喺最後晚餐嘅時候，耶穌為門徒洗腳。佢洗腳嘅對象包括將要出賣佢嘅門徒猶大，同埋預言否認自己，預言呢一個會否認耶穌嘅彼得。耶穌佢愛嗰啲傷害佢嘅人，呢一份係乜嘢嘅愛呢？耶穌冇要求我哋理解呢份係乜嘢嘅愛，但耶穌要求佢愛嘅人去同樣實踐呢一份徹底嘅愛。因為真正嘅愛，因為真正去愛，先會學習乜嘢係愛。喺約翰福音13章34節，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，那是叫你們彼此相愛。我怎樣愛你們，你們也要怎樣相愛。耶穌係受人敬仰，佢有管理萬國嘅權柄，但耶穌佢依然會做一啲自己唔願意做嘅事。耶穌喺走上十字架呢條路，為嘅係信服天父嘅旨意。喺客西馬尼園，大家好熟悉耶穌一段嘅禱告：我父啊，如果可能，求你使呢個杯離開我，但係唔好照我嘅意思，要照你嘅意思。耶穌佢的確係神嘅兒子，代表咗佢獨立於父上帝嘅旨意，但係佢又信服父上帝嘅旨意。
一個真神嘅兒子，佢可以否定自己，佢可以放下自我，佢可以信服父神嘅旨意，成為我哋嘅榜樣。耶穌被判死刑嘅原因，正正因為佢係真神兒子嘅身份。當時嘅猶太人喺彼拉多面前要控告耶穌，咁講：我哋有律法，按照律法，佢係該死㗎，因為佢自己自以為上帝嘅兒子。耶穌佢真神嘅兒子嘅身份，就注定咗佢必須走上十字架呢條嘅苦路。耶穌被釘十架，大家好認識。當時有兩個強盜，一個喺左，一個喺右，都被釘十字架。其中一個嘲笑耶穌，佢話：你呢個拆毀聖殿，3日又重建起來嘅，你救下自己啦！如果你係真神嘅兒子，你就從十字架上落嚟啦！祭司長、文士同埋長老都加入咗譏笑嘅行列。佢哋話：嗰個人救咗自己，嗰個人救咗別人，唔能夠救自己。佢係以色列嘅王，現在就從十字架下來吧，我哋就信佢啦。上帝若願意，現在就嚟救他啦，因為佢曾經話：我係上帝嘅兒子。耶穌係真神嘅兒子，呢個身份去到最後先至令世人明白。喺馬太福音27章，耶穌喺十字架上大喊佢最後一聲，氣就斷了。隔開聖所同埋至聖所嘅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，表示有罪嘅人同聖潔嘅上帝因着耶穌成為贖罪嘅羔羊，佢已經付清咗罪嘅代價。人能夠藉着基督可以成為天父嘅兒女。馬太福音27章咁樣記載：百夫長和跟他的一同看守耶穌的人，指耶穌嘅墳墓，看見地震同所經歷嘅事，都非常害怕，說：他真是上帝的兒子。呢個宣稱係最準確、最真實。神嘅兒子完成咗救贖嘅路程，我哋都因為耶穌嘅受難，我哋得蒙拯救。在
耶穌已經喺十字架上為你為我受死，佢已經付清咗罪嘅代價。我哋每一個相信耶穌嘅人，我哋可以藉住耶穌同天父復和呢份嘅關係，得着地上嘅平安同埋來生嘅應許。喺我哋受苦節，最後一個環節，我哋一齊領受聖餐。聖餐係耶穌喺最後嘅晚餐同門徒去分享，而去預表佢將要身體被擘開，好似餅一樣，佢嘅血要流出來，好似我哋所飲嘅葡萄酒一樣。每一次我哋領聖餐，代表我哋紀念耶穌佢為你同為我去受死，並且同我哋再次立呢一個嘅新約。呢個時間，我想請大家手上有一個嘅電子蠟燭，我想你點着佢啊，撻着佢。呢一個代表我哋嘅心。一陣間我會呢係請大家行出嚟領聖餐。當你嚟到我面前嘅時間，你可以將呢個蠟燭先放喺呢兩塊布嘅上邊。呢兩塊布，一塊係橙色，一塊係白色。橙色代表耶穌喺十字架所流嘅寶血，從十字架上流出來。白色代表耶穌嘅寶血洗清我哋嘅罪，從以前、現在到將來，耶穌嘅寶血洗清我哋嘅罪。所以當大家出嚟嘅時間，可以去你哋禮堂面向嘅左邊嘅通道出嚟。你可以嚟到呢兩塊布嘅面前，代表耶穌嘅流血同埋耶穌嘅贖罪。你可以有簡單嘅默想，有停留。而呢，我哋領聖餐過程，我哋都會一路唱住頭先呢一首歌。你可以一路唱一路默想。當你覺得足夠啦，你可以將呢個蠟燭放喺呢塊布嘅任何一個地方嚇，包括台上台下。跟住嚟到我嘅面前，我同 David 會呢係將聖餐係俾大家。大家可以呢攞到之後，你可以即刻食，你都可以坐埋座位慢慢默想，跟住食嚇，唔需要等埋一齊食。當我哋所有人領晒之後，我哋會一齊同埋詩班再唱剛才嗰首歌，我哋就結束今晚嘅受苦節崇拜。好，我哋先請阿 David 好嘛落嚟先。
我哋一齊再唱呢首詩歌。當我哋領受聖餐，神在我哋生命入邊，我哋唱。可以坐喺度，我哋領受神嘅賜福。主耶穌，我哋多謝你，你今天同我哋一齊去回想你喺十字架上嘅愛。耶穌，你嘅屍體被攞下來嘅時間，埋葬喺墳墓入邊。讓你在呢幾日，我哋都去思想耶穌你嘅死亡，你嘅犧牲，你救贖，同埋你對我哋嘅愛。我哋等待到禮拜日嘅嗰一個朝頭早，我哋再一次去翻嚟，我哋慶祝耶穌你3天後復活。願望主耶穌基督嘅恩惠、天父上帝慈愛、聖靈嘅感動同埋鼓勵，常常與我哋每一個耶穌所愛嘅門徒同在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阿門。我哋嘅受苦節崇拜到呢度，大家咧可以繼續喺你可以繼續選擇喺座位當中默想，或者可以嚟到呢個裝置面前去祈禱，或者可以安靜嘅離開呢個禮堂就可以啦。如果你想咧同工為你祈禱，都係出嚟嚇，我可以為你祈禱。